在生活中，有些時刻我們必須面對真相，但真相可能讓人不安。有時，人們會逃避或拒絕傾聽真相，因為它迫使他們直面現實。然而，面對真相是唯一能讓我們看清、成長並找到正確前路的途徑。在《撒母耳記上》第26章，大衛有充分的理由傷害掃羅王。掃羅出於嫉妒和恐懼，一直在追殺他，但大衛沒有選擇復仇，而是選擇證明自己的清白。他趁掃羅熟睡時拿走了他的矛和水壺，然後遠遠地呼喊掃羅。大衛對他說：我就在那裡，我本可以傷害你，但我沒有。看看我做了什麼，認清真相，我不是你的敵人。大衛的話迫使掃羅面對現實，他一直在追殺一個無辜的人。真相會揭示一切，他讓我們看到真實的自己，這正是耶穌來到世上時所做的。他站在人們面前，講述關於上帝愛以及我們需要寬恕的真相。許多人傾聽了，但有些人拒絕了他，因為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內心。然而，當我們真心聆聽耶穌時，我們不僅看到了世界的真相，也看到了自己的真相。我們看到了自己的破碎、錯誤以及對上帝恩典的需要。但好消息是，耶穌來不是為了定我們的罪，他來是為了讓我們與上帝和好。歌羅西書1:20分說，通過耶穌，上帝與我們建立了和平。正如大衛尋求與掃羅和平共處，耶穌也為我們提供了與上帝的和平。無論我們做過什麼，無論我們走得多遠，當我們面對耶穌的真相時，我們會找到寬恕、愛和新的開始。那麼，我們呢？我們有勇氣以愛說出真相嗎？在我們的家庭、職場和友情中，我們會選擇誠實與和解，而不是憤怒與怨恨嗎？真相可能讓人不適，但它也能帶來醫治。作為基督的跟隨者，我們被呼召分享他的真相，不是帶着審判，而是帶着恩典，幫助他人找到通往和平的道路。今天，讓我們問自己：我們願意面對真相嗎？我們願意讓耶穌向我們展示真實的自己，並引領我們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嗎？如果我們願意，我們不僅會找到真相，還會找到只有他能給予的生命與和平。